各位企業嘅代表同埋機構嘅主管，大家好。喺人才競爭日益激烈嘅今日，尋找志同道合嘅年輕新血，係咪令到你哋感到費時費力呢？由方圓之星主辦並獲得勞工及福利局支持嘅實習生計劃2026，而家正式啟動。我哋誠邀各個機構加入呢一個全港最具規模嘅實習平台，同我哋一齊孵化人才，實踐 ESG 社會責任。參與呢一個計劃，能夠令到你哋企業帶嚟實質嘅戰略優勢。首先係前置企業招聘，好多企業正在利用呢一段實習期深度物色人力資源，將呢一個招聘流程前置，有效降低傳統招聘嘅試錯成本。另外呢個計劃亦都深度對接國家15-5規劃，全面賦能青年發展，能夠為你嘅機構提供最優良嘅企業 ESG 素材同埋僱主品牌證明。喺行政上，呢個計劃極具彈性。根據法定59歷日嘅實習限制，機構同埋學員喺實習期間屬於合作嘅關係。咁樣可以令到機構可以根據自身嘅情況靈活開出各項嘅條件，無論係津貼安排定抑或福利細節，都可以因人而異，並且由學員自主選擇，令到雙方嘅需求能夠精準對接。今年我哋更加首創雙向加許機制，旨在打破傳統由上而下嘅評核框架。我哋相信成功嘅實習係雙向奔赴嘅結果。除咗機構提名傑出學員獎同埋飛躍進步獎之外，我哋亦都賦予年輕嘅實習學員可以反向提名嘅權利，令到學員可以親自提名心目中卓越機構同埋星級啟迪導師。評選嘅過程以真實嘅啟發故事為本，唔分企業嘅規模，絕對保密，而且係極具公信力。呢一個唔係淨係一場頒獎，而係一個推動青年友善職場文化嘅運動。企業參加嘅流程非常之簡便，第一就係只需要登記崗位，第二係進行面試，第三就已經係落實嘅實習啦。登記期會由即日開始去到5月下旬，越早參與就能夠越早開始挑選心儀嘅人選。而家就即將喺我哋嘅方圓之星網站嗰度報名啦，同我哋一齊攜手共建全港最具影響力嘅青年職涯平台。我哋期待你哋嘅加入，多謝大家。